Anson，咁急叫晒我哋返嚟義工基地做咩啊？仲神神秘秘咁。既然大家都到齊，我就開估啦。4月15日就係1年1度嘅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啦。為咗等大家更深刻體會到國家安全有幾重要，我特登準備咗呢一隻保衛我城守護者 VR 遊戲俾大家齊齊玩。哇，啲裝備好有動感啊！等我哋 VV Friends 入去一齊完成任務啦！大家好，我係你哋嘅專屬導航精靈 S-Bot 415。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特別任務正式開始。由於城市防護罩能量不足，請立即前往收集知識能量。收到，大家準備就緒，出發。哇，前面賽道好多路障啊 ！AI 系統 S-Bot 415，快啲指示重點道具位置俾我哋。馬上為你鎖定核心歷史數據。2014年4月15號首次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。2015年7月1號通過國家安全法，仲有2020年6月30號香港國安法生效。有咗呢個強大嘅法律基礎做後盾，防禦力加倍，之後旅程一定更加順暢啊 ！Hannah， 繼續衝！哎呀，前面條路斷咗，個坑好大啊 ！Anson， 我哋要啟動大型修復機制啦！健全國家安全體系，完善社會治理體系，增強維護國家安全能力，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。橋梁修復完成，而家需要注入特區各機關嘅能量先可以正式運作。最強支援組件投放，特區各機關積極履行職責，協調規劃，注入能量前路十分暢順啊！到終點啦，記住啊，維護國家安全係公民責任，大家根本利益所在，單靠我哋幾個係唔夠㗎，所以人人有責，更需人人盡責，全民同心，守護國家安全，能量注入。任務完成，城市防護罩已經充滿能量。哇，呢個遊戲真係好有意思啊！原來要大家一齊將收集到嘅能量結合，個防護罩先可以發揮到最大作用㗎。冇錯啊，其實維護國家安全同我哋平時做義工一樣，都係為咗社會安定。只要每個人都願意企出嚟出一分力，香港就會更加繁榮穩定。